music music taxi 下個 taxi。Hello， 坐晒唐後個學客化衝客小王出發嘞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分享曙坤衝客小王，哎，黑羅文玉，我是羅文玉。哇，今天的節目當中要邀請到的特別來賓呢，不管是熱音社、吉他社，都會學他的歌。我們就邀請到我們非常有才情的創作歌手廖文強，廖文強。嗨，文哥好。哇，分享廖文強。哎呦，太敢哦！哇，你感覺講客家話很厲害的樣子，太敢哦！完全不 OK。哎，你不是客家人哦？我有一點點客家血統，可是我不會講。哦，是聽說是1/4，對對對，爺爺那一邊這樣。對，我爺爺那邊。那今天要教我們講哪一句呢？國語呢，我們叫做快點上車，英文叫做 Hopping Baby，就感覺說你要開着一個跑車，有沒有？旁邊有女生就 Yo， 對，那怎麼用客家話來講呢？我不知道講到底好不好，我就試試看，就嘎送茶哎。哇塞，你真的很標準哎，真的假的？嘎送茶哎。那今天呢，除了教我們這個客家話以外，你有準備一首客家歌對？對對，我準備一首我一個好朋友，叫做子軒。哦，黃子軒，對對，哇塞，客家一哥之一啊，對，客家一哥之一。哇，這首歌叫摩嘎摩薩。摩嘎摩薩。而且他呢，愛出來路上請你上來。哦，那所以呢，我現在要去路邊找人，那你在這邊等我。OK，愛來耶，拜拜。好，等下過來。好。今日假使唔肯坐上，我哋咧衝客小王，同人哋講唔會來味，我哋超有專門嘅歌手獻唱，創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最面我對下茶時節愛學一記客家話，你阿爸嘅茶飛球完全免費，你下咧我哋出嚟看看來味朋友可以坐到我哋咧衝客小王。歡迎我們的乘客，嗨，廖文強，你好，你好。會不會很緊張？有一點。哎，好巧哦，因為我看他的樣子啊，因為感覺是很文青那種感覺，正好要去公館這樣，然後我覺得還好，不是去高雄，還蠻近的這樣。那所以呢，我們也不是壞人，不會把你再去賣掉這樣。等一下就是聽完2首歌之後，你會少一顆腎。好了，那我們就先往公館出發，衝客小王出發嘞！那你是要去跟女生碰面嗎？沒有，去咖啡廳。你現在還是學生？研畢生。啊，研畢生啊。哦，那所以其實廖文強的歌對你們來講應該還蠻有撫慰的那種。對，因為我也是一個研畢的歌手。對，很有共鳴啊。你對客家的那種印象是什麼樣？大舅媽是客家人。哦，太 Q 沒，還那客家人。在就是剛好在苗栗那邊。啊，還對苗栗咧。對啊，所以小時候回去其實就覺得就很親切。啊，就過年過節會回去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哇塞，都回去變紅包了嘛？沒有。所以旁邊的鄰居都會講客家話。那你會講哪一些嗎？對啊。食飯啊。啊，食飯比較簡單的。謝神啊。啊，謝神。哎，真的會耶。真的會。比我多哎，完蛋。啊，今天廖文強呢，我想今天真的我覺得他很認真。他雖然不是真的會講客家話，他竟然把整首客家歌練起來了。對，然後寫了一個只有我看得懂的歌詞，而且這有點客家小草的那一種風格，我也看不懂。但沒有關係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他用他自己的拼音法，自然拼音法唱出來這一首歌，叫做《摩嘎摩薩》，黃子軒的歌。來帶來這首《摩嘎摩薩》。在那公園看陣陣的花，曬那太陽看誰弄啊，從一條過道給公下，吊吊心中歡喜鬆快拉撒，吊吊恰恰，叫我吧，都得有嘛該事情，本身方案用筆，永遠看清。最大問題。哎呦！摩嘎摩薩，摩嘎摩薩，摩多摩嘎摩薩，摩嘎摩薩，摩嘎摩薩，摩多阿摩
一上来6、7、8，摩嘎摩萨摩嘎摩萨摩哆摩嘎摩萨摩嘎摩萨摩嘎摩萨摩哆按摩嘎萨。泛音。呀！你刚刚听他唱客家歌，你觉得有跟你以往的印象有不一样？是不是不一样？就是更亲切，更亲切。对啊，因为跟以前很舒服。你听的客家歌会有印象吗？客家歌真的比较少听到。对。好，阿亮他那个呢，马威都我一些地方我们要快到你要去的地方，在公馆站。那个呢要下车之前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不然没有这么好过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又可以听歌，不用钱吗？是可以的，只要学一句客家话。我们谢谢客家小草为我们画了这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幅画。好，这个国语呢叫快点上车，英文叫 Hoppin' Baby，Hoppin' Baby。然后呢，来客语我们看一下廖文强的嘴型，架架送财。那我们难会不会难？架送财。哎呦，不错哦，果然是在苗栗长大的孩子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有一种看到很贼那种表情，加手势，加手势来，架送财。哇，有了，超级会，超级会的哦。哦，最后目的地到了，刚刚有上车之后，有没有想要快下车？哈茶的，快点下车。好了 ，OK， 谢谢乃恩，谢谢，关注我们的唱客小黄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也谢谢文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最后用客家话跟大家说再见。哈？怎么做？哦，生梦你安之 C， 生梦安之 C， 冲合消防，你不成功。